三下来咧，加迄开面诶，也迄屁音咪韵母屁音就会后背韵咪诶味素啊，迄么呢迄么呢也三个韵咧都后背叫做屁音咪个体字呢显少个呀么韵咪诶么变到水咪诶么变水咪啊，太搞个字就迄个伫个发音呢，就迄都后背个么水我来建起来。比如讲，迄个加一个么做来去建起来，像我发个么么迄变到上母呢，就系么嘛，变到后背就系其我发音呢是一个准批的个通作然后个做呢建起来像读英文么接下来英文描述呢就会看到身上有人做建起来比如讲呀感看你就注意个做型安尼清楚的做到你无突到做到建起来你上就无重要叫吐槽了拼音个通做乜嘅m 什么a 啦m 比如讲 same 零嘅 same 後背有咩 same same 咩人 same 叫 same 下背嘅係加講嘅客家話佢貼喺嘅原因有冇後背加再來建起來比如講整韓國成動成彈出來安尼彈出來強樣唔會彈到亞族亞嘅音嘛主要原因係一個字啊面前就講過佢嘅上母就係乜嘅只有支持時聽聽就支持時聽聽不是很快你也講成就會知然後吃嘛唔會有其他的上母啦就會支持時啦不過也咩係個大家好嘅時間啦做嚟然後記起來就會支持時聽聽下邊呢一加通起來音比如講金咩嘅金韓國琴你講乜嘅東西唔見迄個琴過年講找客家都講琴然後也喺客家講到動接嘅動接講嘅都唔好講到找你找係找錢琴係一定常用嘅琴嘅上母呢彈出來七嘛什麼琴下來呢一連的向下會同埋音什麼第一個是減減科嘅減下尾個是欠錢欠乜嘅欠佢有個音咩唔好難就會主要加面前講一個面前加一個一安尼聽聽下來
一、a、烟、烟，好，比如亚个诗哈，亚个诗含的宽度哈，亚个诗就会嘛个减，啊减，啊减，嗰个减起来个减，好，就安尼写，哦，安尼个下面边个认真的个词笔里边，就安尼写，哦，大家都来看，哦，有拿到书呢，这样转一看，哦，也是做减，哦，减你就吐出来，然后老给平下出来，哦，上母迄么个歌，什么，哦歌烟，哦减，哦也系么都help boy 哈，听一组呢，呀都 help boy 呢，用到韵味嘅味素，会突做乜嘅？佢嘴型，嘴呢愛溜溜嘅，唔像唱愛發呢嘅聲，呢嘅聲，你嘅嘴型就會打開來，邊講 T 嘅主要原因係加都 help boy 加起來突做乜？他看到老家下面前冇同樣的味素，加麼都 help boy 時間，所以呢要減起來，也呢冇減起來，你要拆開來有冇？你發來髒啊，最顯做出來，發出來就會髒，比如講要是蛋，大蛋，什麼？你炒條買票，買票你講大蛋，後尾有個是山，冇豬頭山，玉山，玉山，叫山，也豬頭安，好，下尾也個韻呢，通做乜啊？加都上邊，因為也做咩有年呢動，佢唔可以撞壓啦，都透唔錯，比如講短，後尾嘅是趕，做趕嘅趕，都後尾就嘅聲，有冇？最顯就係安尼，主要嘅原因我嚟突出來，趕，就冇有問題啦，好，後尾一個韻，比如講N 前嘅 N 前嘅 N，後尾嘅像整，也就係 N 嘅音，睇下嘅聲母有問題冇？唔像嘅整面前嘅乜嘅聲母係個改嘅乜嘅字，什麼整，N 呢，你就會聽到迄咩冇聲母啊，錯冇聲母，佢就會 N 聽聽，就會 N 嘅聲，好，下尾呢 Z 加用下連點 Z，同埋整，下尾像層。一兩個是睇下咩動作用到，城鄉連同到嘛，整加嘅整嘛，同樣剛剛面前有講過，日原因面前嘅聲母就會有嘛，就會支持詩聽聽啦，就會支持詩聽聽啦，不說呢，整就會支嘛，成就會用到詩，比如講詩呢，就喺詩架上去就會省，係嘛？
神王的神啊，神功的神啊，就会安尼引，如果说看到呀字啊，就会字诗诗，面前就会字诗诗，听听，好，下来，一加音，好，也两个是锦鲤，锦鲤，弹会出来就会音，音嘅上，音嘅韵，面前嘅上模，睇下去甲字弹款啦，下边呢，乌加温。群论，应该也唔乜困难有啦，加起来，温应该弹得出来也係 N 都後背韓國韓係 N 都後背比如講 E A 然後連的連腔下煙什麼比如講堅強嘅堅錢一錢兩錢嘅錢也算簡單下邊 E O 連起來yon 比如講後邊有啲嘢講長遠也個韻啊，做迄也較後上誒一筆佢可能較咬唔雜嘅睇到都加練習幾擺遠長下邊啊一烏連起來韻比如講呢捲潤係喺動詞用到潤字嘅潤你講幾多嘅潤一東西賣100嘅潤1000嘅潤就會有個潤考研嘅潤都客家話地步係個用來做錢元佢嘅一個單位100嘅元、10嘅元、1萬嘅元你用元下邊有萬什麼有萬連在起來連腔下萬比如講管門嘅管寬也應該也冇問題前面嘅烏when 第二個是後邊有啲嘅貴第二個音呢就會有的音係像可能像嘅貴像貴嘅音所以有個音較少讀唔過係會用到下來第三組就會都後背韻味同樣提醒大家 NG 係一個符號 NG 係一個符號用到面前用到後背都重要這一個符號唔好寫差咧第一個咧看到係加NG 用後背嘅時間將我發嘅嘅聲重要唔過佢用後背就會再較拔開來再拔開來到後背發出聲像嘅聲
好呀，加起来就会做做嘛个，好，比如讲胖，啊，相旁的旁，忙，好，也是昂啊，哦，也个运动上注音符号里边个昂，什么？好，下尾呢，主要原因加起来好，比如讲讲，啊，也记得是咩动作用到吼，讲先嘅讲，啊动歌，讲爱，动态，动势嘅动，吼，也因就大家就记会起来，吼，下尾嗡，比如讲咚，好，咚片嘅咚，好，滚加嘅滚，好，遐两个音嘛，吼，免当有只嗡老嗡啊，遐两个音，对有个人呢，佢可能会落中下会较差，吼，比如讲咚边啊，咚片，受到过年嘅影响，有个人都会咚，都会出到咚，咚。老动迄无重要啊，吼，遐两组大家做得练习家己吧，唔去分别讲、同咚有嘛无重要，遐两组的意思呢，就会条线嘅上五就会重要诶，像咚老咚上五就会重要，就会得嘛，就会主要原因诶嘅差别。你去同款啦，咚呢唔免咚无咚片，你拖嘅时间无拖到咚，好，上下来，一到面前，央，比如讲像，量嘛该量，善良的良，下尾吐起来，用，比如讲병就会输诶，병诶，병橋。병橋，你講板橋，병橋嘅병，所以老師鄉鎮，下尾連起來，用，比如講強，田強什麼當然嘅強州嘅強咩安尼音啦，乜強州嘅強個加嘅錯字條啦，個熊，應該太個彈得出來，好，下尾一隻汪，比如講也記嘅也就你嘅也同接講嘅光，吹光嘅光，一隻詩呢，我記一隻詩呢，就係因為一隻詩大家讀過年讀慣嘅，看到一隻詩可能唔會聯想到一隻詩合法原來係讀到光，因為看到嘅詩形佢唔會安尼聯想，所以古早一隻詩大家可能記下吹光嘅光，好。